從小到大，我一直熱愛機械人。每當有空閒時間，我總會拿起遙控器控制機械人。因此，我今年7月到新加坡參加比賽，希望為學校爭光。為了準備比賽，我每天放學後都留在電腦室練習。有時候機械人會有突發情況，令我需要維修它。有時候電池沒有電，所以我需要為它充電。雖然訓練十分辛苦，但我相信只要持之以恆，總會有一天能證明自己。終於到了比賽當天，我帶着機械人來到會場，看見大家的機械人，心裏不禁惶恐不安，因為留意到有些同學曾經獲得大型比賽的獎項。相比之下，我顯得十分普通。當到我時，我手心冒汗。比賽競爭激烈，大家的時間難分高下。比賽餘下最後幾分鐘時，對方的機械人突然衝向終點，全場大恐失色，忙按下加速鍵。幸好對手加速完，最後我勉強衝過終點線，全場爆發熱烈的歡呼聲。計時器響起，比賽結束了，朋友們衝過來和我擊掌，大家欣喜若狂。我走上台領獎，心中雀躍萬分。看着手中的獎杯，我不禁熱淚盈眶。那一刻，我終於明白，只要勇敢面對問題，就會成功。